呢家係 Small 又嚟同大家開新一期嘅 Pokemon TCG。對上一次咧就同大家開咗呢個對戰搭檔啦，咁就呢個訓練家嘅精靈呢個系列回歸翻啦。咁啊，今期就係呢個熱風競技場，都係延續翻上一期嘅呢個訓練家同佢哋嘅精靈呢個咁樣嘅組合嘅。咁啊，如大家所見有呢度有，等陣先。咦，唔係喎，呢度唔齊嘅喎，因為今期係有4個新嘅訓練家同佢哋嘅精靈嘅。咁但係呢度大家見唔見到少咗邊個啊？係啊，係少咗小霞啊！個畫師係咪唔中意小霞，特登唔畫佢啊？唯一嘅合理解釋就係畫師係有玩 PTCG Pocket，然後佢俾對家嘅小霞虐待完，佢懷恨在心，所以就唔畫佢，肯定係咁。咁啊，今期呢，我目標非常之清晰，就係希望可以中到阿響同埋佢嘅金鳥嘅 EX 嘅 SAR， 又或者係呢個竹蘭嘅烈咬綠沙 EX 嘅 SAR， 是哪一張中到嘅話，我就成盒完整嘅送俾一位 fans。廢話少講啊，一路開一路講啦。今期一共係有63款加隱藏啊，咁一樣啦，都係掃呢個 QR code 可以睇到 card list 啦。好，同樣地轉個鏡頭繼續。好，咁就開始開啦。咁啊，今期呢，我想一次過剪晒啲卡包先，咁之後再逐包開俾大家睇。OK， 好，係都估到噶啦。哎呀，唔好意思啊，都估到噶啦，實有呢張嘢，但係好似有少少唔同喎。今次個樣係話，在智慧型手機上也可以輕鬆享受寶可夢卡牌樂趣。佢係而家係宣傳埋呢個 Pokemon TCG Pocket 喎，佢會唔會搞錯咗？佢咪應該喺呢個 online 版度宣傳實體卡呢？而家係多咗人係因為 online 版先至入呢個實體卡嘅坑，調翻轉入坑又難啲喎，係嘛？好 anyway 啦，今次張唔同啲啊，好。電擊獸、小火馬、竹蘭嘅尖牙綠沙啊，呢張好用啊！雖然呢張係普通卡，但係顯到特性啊，每個回合都可以 call 一隻竹蘭嘅精靈過嚟，佢冇限話咩基礎啊嘛，只要係竹蘭嘅精靈都 call 得啊嘛，都幾屈機嘅其實。好，跟住已經中到佢嘅 ER 啦，其實都好明顯點解我想要噶啦。呢度閃耀羽毛靠86仲可以補晒你全場嘅精靈啊，50血啊！咁佢冇話限係阿響嘅精靈喎，只要係你場上嘅精靈全部都可以補50喎，即係有啲精靈咪全場打晒嘅，佢就可以補翻你全場嗰啲受損嘅精靈啊，幾正喎！而如果你手牌上面多火能量卡呢，特性都好好用啊！佢嘅金色火焰可以喺一個回合裏直接插2個，由你手牌度攞2個基礎火能量插去阿響嘅精靈身上，所以點解我咁想中佢嘅 SAR？阿響嘅冒險，由自己牌庫選擇阿響嘅精靈同埋基本火能量卡，合計最多3張，即係你可以中意全部3張都係阿響嘅精靈，又或者全部3張都係基本火能都得。咁啊，俾對手睇完之後加入手牌，實用。小霞嘅貝貝龍呢張嘅 AR 都好靚，我都想中。落雷獸、竹蘭嘅圓綠沙、竹蘭嘅美納斯。唔好意思，頭先已經睇到鬼碰。好 ，next， 哎呀，我覺得咁樣開唔係幾好，應該反轉，因為會睇到第嗰張。主持人嘅帶動，由自己牌庫可以抽2張，如果對手嘅 prize card 係3張以下，就可以抽到2張，唔特別好用。果蜜蟲，阿響嘅貔貅，寶可夢交替出現翻嚟啦，將自己嘅戰鬥精靈同埋備戰精靈交換。同埋小霞嘅傻鴨，派拍嘅原野水母，阿響嘅熔岩蟲，小霞嘅海猩猩，密集大蛇，謝米，泥爐仔，阿響嘅火球鼠，派拍嘅貪心栗鼠，捷拉奧拉，重泥畫馬，竹蘭嘅獨長眉，小火馬，竹蘭嘅丑丑魚，正喎！今期嘅第一張 AR， 沃托姆，我純粹中意呢個配圖啫。好，同埋竹蘭嘅力量負重，哇！如果大家係用竹蘭 deck 嘅話，呢張係必備嘅，因為附有呢張卡嘅竹蘭嘅精靈最大 HP 加70。洛托姆、青蜻蜓、泳圈游、阿響嘅鉗刀甲蟲，同埋鬼碰火造面具，大隻牛、石居蟹、派拍嘅偶叫傲、
厄鬼碰碧草面具，厄鬼碰水仔面具。小霞嘅鯉魚王，電擊獸，啃果蟲，竹蘭嘅羅斯雷朵。啊！呢張都可以話係必備㗎，因為佢個輝煌星環非常之好用啊！只要呢隻精靈喺場上面，自己嘅竹蘭嘅精靈嘅用嘅任何招式都係對對手扣多30血，正唔正先？派拍嘅三文治，哇，遠睇似熱狗多啲喎。咁啊，呢張都 OK 嘅，如果你係用派拍嘅話，不過派拍應該唔會太多人用。將自己嘅精靈補30血，如果係派拍嘅精靈咧，就改成補100血。小霞嘅貝貝龍，雷電獸。阿響嘅火岩鼠，呢張都係好用啦，係攞阿響嘅冒險咯，喺自己牌附揀，因為阿響冒險之後又可以再延續攞更多嘅嘢，咁就可以好快進化到，其實都好快。呢個即係阿響同埋竹蘭，我覺得應該係今期大熱啦。厄鬼碰楚石面具，阿響嘅冒險係啦，就係呢張啦，如頭先所見到啦，都唔使重複啦。阿響嘅樹材怪，駱駝帽。派拍嘅貪心律鼠 ，OK， 今期嘅第2張以後，電擊魔獸 EX， 係喎，浮潛遊，竹蘭嘅圓綠沙石居蟹，阿響嘅火球鼠，謝米，竹蘭嘅力量負重，耶！竹蘭嘅天涯綠沙，小霞嘅鯉魚王，清蜻蜓，係啦，就係頭先講嘅呢隻啦，小霞嘅鯉魚龍。係啦，傻鴨係配合呢隻鯉魚龍，咁佢個特性可以將佢強行將佢放翻入個牌庫上方度，咁然後佢就可以坑呢個啦。逐張計啊，一個水能就出到招，其實都幾屈機嘅。如果你有2隻已經好多啊。好，跟住就係小霞嘅寶石海星，如果係啱啱進化可以扣到80。泥爐仔，小霞嘅貝貝龍，阿響嘅火岩鼠，裁判。裁判係雙方玩家將手牌全部掉入牌庫重洗，然後每人都係抽翻4張出嚟。阿響嘅鉗刀甲蟲，電擊獸，阿響嘅樹材怪，阿響嘅熔岩蟲。OK， not that bad 啊，至少都係 SAR 啊，同埋都算幾屈機嘅，因為首先佢係速攻嘅算係，雖然你睇見到咁都叫速攻要4個能量，但係因為佢特性咧可以進化關可以用1次，就係可以牌庫揀最多3張草能叉，咁所以1次要叉3張，然後本身每回合都係叉張啊嘛，你本身未叉嘅話就可以即時叉埋佢，就可以即刻出招噶啦。然後打完之後，你又將佢嘅3張能量卡咧就改付喺一隻秘技精靈度，咁然後咧你又可以用翻佢剩低嘅1個能量卡嚟做 retreat， 撤退完之後就可以交俾下一手打啦。其實都好用嘅，坦白講，係啊，唔算太差嘅，不過有啲失望咯，中到佢就寶可夢捕捉器，係炸一次幣，如果喺正面就可以揀對手一隻秘技精靈同埋戰鬥精靈交換。好，左半開完就結果就已經出咗爐啦，照道理就已經冇咗保底啦，冇得出咗嚟啦。火物蟲泳圈由小火馬烈焰馬，今期嘅第2張 AR。小霞嘅傻鴨，落雷獸，派拍嘅咬叫傲，主持人嘅帶動，派拍嘅傲教父 EX， 冇乜用，所以我唔想介紹。咁啊，係今期嘅第3張2R，我只能咁講。派拍嘅陸地水木，雷電獸，竹蘭嘅獨長眉，小霞嘅貝貝龍，阿響嘅冒險，烈焰馬，大隻牛。啃果蟲，阿響嘅貔貅，星灰，呢張卡可以自己嘅棄牌區度揀最多5張精靈卡，俾對手睇完之後放翻牌庫重洗，死灰復燃喎，所以今期要熱風競技場係嘛？竹蘭嘅美納斯，竹蘭嘅醜醜魚，溫派拍嘅原野水母，阿響嘅火球鼠，重泥玩馬。寶可夢交替，小霞嘅海星星，果物蟲小火馬，阿響嘅熔岩蝸牛，泳圈由雷電獸主持人嘅帶動，派發嘅三文治，竹蘭嘅花岩怪，小霞嘅鯉魚王，阿響嘅樹材怪，落雷獸，厄鬼碰壁草面具，竹蘭嘅力量負重，石居蟹，竹蘭嘅醜醜魚，
阿響嘅火岩鼠、藍電居蟹、厄鬼碰、竹蘭嘅尖牙綠沙、小霞嘅海星星、青蜻蜓、吃烤霸 EX。呢張都唔想講，真係竟然係中佢啊！應該係 last 一張 2R 喎，第4張啊！火夢捕捉器，小失望，小灰。阿響嘅貔貅，阿響嘅熔岩蟲，竹蘭嘅獨長眉。OK， 今期嘅第3張應該如無意外再一張嘅 AR 出埋嚟啦。哎呀，係呢張啊！派拍嘅撞馬栗鼠。係如剛才所講啦，佢嘅特性係可以拗呢個派拍嘅3文治嘅，最多拗2張翻嚟加入手牌。厄鬼碰水仔面具，咁剩低嗰幾包已經冇咩嘢㗎啦，應該係得翻1張 R。派拍嘅偶叫傲，竹蘭嘅圓綠沙，派拍嘅貪心栗鼠，係啦，應該出埋嚟完咗啦。派拍嘅撞爆栗鼠 R 裁判。剩低幾包應該全部都係普通卡咯，係咪啊？係咯，你都話係咯，係咧，好失望啊！堆都話好失望。電擊獸、泥牛、泥驢仔、肯泰羅、竹蘭嘅美納斯、寶夢交替、駱駝冇啃果蟲、派拍嘅原野水母、謝米、聖灰、小霞嘅鯉魚王、落雷獸、竹蘭嘅獨長眉、厄鬼碰、碧草面具、烈焰馬完。好，今期總結7張 R， 4張2R， 竟然連竹蘭嘅烈咬綠沙都冇喎，2R 啫喎，都冇喎，3張 AR， 同埋保底係中到呢張嘅4R。OK， 咁啊數下先，阿響、竹蘭。呢條3計埋得3張，今期送3包。今期嘅問題好簡單，就我最想中嘅係咩卡士？但講一張就得啦。咁啊，答中然後未抽中就會送今期嘅卡包1包，名額有3位。今次片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睇完之後要開卡嘅話呢，就可以行大運啦。再見。